再来看520前总统赖清德甲新的内阁团队要上任咯。今仔日有一份调查民众对新政府的期待，发现讲民众上要义的问题是诈骗防治，第二是加薪关务价，校园霸凌是第三哦。学者嘛呼吁新政府上任了后，就要大声来处理这民众上要义的问题。 民众对新总统甲新内阁有啥物期待？网络媒体透过电话做民意调查，而且邀请调查立委审视报告，总共有1387个样本。民众上期待改善的问题，由诈骗防治49.7%排第一，加薪关务价48.3%排第二，校园霸凌43.8%排第三。 1989年，所以在社会上20%的最富者跟最低层的最基层的20%，平均差距差不多是15倍，在1991年达到16.8倍，但是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数字是已经拉开到67倍。任何的东西只要有方向，就会有方法，所以这次的民调当然给新政府一个方向在野立委指出，这份民调和新政府未来施政方向的路，希望赖清德政府通了解民调来施政。另外，学者建议新政府应该优先解决民众上要义的问题。我们需要赶快抓住几个重点，人民最有感的幸福感、生存意识最痛苦的部分，找出几个专项，好好的把它完成。他把地区性都给列出来了比如说诈骗，这基北移区的人特别在乎这个诈骗。那我如果是一个内政部长，一个警政署长，其实我就可以把我很大的精力先放在这里我5成的民众上在意诈骗的问题，刘洪亮建议新政府应该以较侪资源有效率解决问题。记者公民由开台北报道。